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希望大家留意以下几項消息。如果今天中午還沒有安排，別急着回家，歡迎留下來一起參加成人主日學。成人主日學咧會喺午飯之後12:45開始，有國語同埋廣東話班。無論你係啱啱開始呢個信仰，又或者已經信咗主好耐，都歡迎你一齊嚟學習神嘅話語。各班課程內容與詳情資訊，請參閱教會網站或是教會的布告欄。今年下半年，教會預備了3個短宣機會，邀請大家一起回應神的呼召，將福音帶到不同的地方。如果你一直都想踏出信心嘅一步，或者想親身體驗宣教，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是啊，第一個就是10月29日到11月7日的緬甸雲彩家園短宣，將協助青少年營會探訪家園孩子，並體驗跨文化宣教。懂國語或英文的弟兄姐妹都歡迎參加。第二個是12月11日到20日的巴西聖保羅短宣，將服侍麥田青少年福音營，並探訪當地華人教會。本次短宣一樣以國語服侍為主，目前已經有弟兄姐妹報名參加。而緬甸同巴西嘅短宣截止報名日期都係喺8月15號。如果有感動嘅弟兄姊妹參加嘅話，可以到教會網站查詢，或者聯絡張浩純牧師。第三個是12月11日至21日的台灣新香堂 Invasion 宣教，將參與聖誕福音活動、Coffee Talk、敬拜之夜、桌遊之夜、運動外展等多元事工，與當地團隊一起服侍。懂國語或英文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參加哦。而台灣 Envision 宣教截止報名係喺9月1號，詳情請參與教會嘅網站，又或者聯絡二拎峰姊妹。接下來要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的活動，8月15號星期六，跨越敬拜團將在 Manhattan Center 舉行2場敬拜音樂會，聚會將以國語為主，英文為輔。無論你想邀請未信主嘅家人朋友，定係自己想參加敬拜經歷神，都非常歡迎。喺下午3:30有一場，而晚上7:30亦都有另一場嘅。歡迎到詢問處登記團體票，當天可以使用優先通道進場哦。如果你喺跨嘅平台已經登記咗門票，就唔需要喺教會再重複登記。而家一齊嚟睇下跨嘅敬拜音樂會嘅介紹片段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本週星期五8月7號晚上7點半，教會將舉行實體禱告會。星期二8月4號嘅網上禱告會就會暫停一次，而星期五就只有設實體聚會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一個短片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Pax 啊。今日咧好幸運，我嚟到QXC 呢度啦，同所有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去參加祈禱會啦。今日俾我感覺就係我可以將一日嘅辛勞可以放低晒，可以好平靜咁樣啦，同弟兄姊妹一齊去唱歌啦，去敬拜神啦。我感覺係好輕鬆，喺弟兄姊妹之間，我哋可以互相祈禱。我可以聽到隔離左右嘅弟兄姊妹祈禱呢，咁又俾到我示範我點樣可以幫呢位弟兄姊妹可以祈禱呢？咁樣我亦都好鼓勵其他未嚟祈禱會嘅弟兄姊妹呢，星期五晚可以嚟到呢度，可以互相祈禱，互相關心。
誠摯邀請大家一起回到教會相聚，感恩敬拜，也在禱告當中經歷神的同在。期待星期五見到大家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教會消息，願神賜福大家平安。